前半島酒店大廚嘅餐廳，大家睇下環境先。我做咗50幾年，退休之前咧喺香格里拉就有半島酒店咯。呢個應該就係葉師傅啦。12歲入行啊嘛，做學師咧樣樣都做嘅。我哋嗰陣時人工又2蚊日咋，咕嚕肉咧好多人好中意食，60、70年代嗰陣時嗰啲咁嘅做法。最近喺網上睇到好多介紹，我都特登嚟試下，等味道話俾我聽，到底係邊一間半島？鋪頭出名煲仔飯，價錢好親民，8款煲仔飯7款都係28蚊，小菜類15到52蚊，蒸煎類38蚊。我哋嗌咗4個餸，芙蓉蛋有鑊窿味，粵菜最緊要有鑊氣。咕嚕肉個酸甜汁係老香港嘅味道，肉質未算外鬆脆，肉好腍，用38蚊呢個價錢去衡量，絕對算係好食。鹹魚煎肉餅外面煎得好香脆，我老闆話食到細個外婆嘅味道。椒鹽蝦用咗避風塘嘅做法，蒜好香，味道鹹味啱啱好。呢餐飯埋單162蚊，鋪頭確實有老香港嘅味道。會離開蓮塘可以過嚟試下。